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听咩风做事，下个世界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去小鸡强苗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现的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来去了哦。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。了来到了尖银台桥，大家看得到这片有写哦，尖银台桥。这片其实是一个有故事的所在哦。一开始的时间是从山嘅东部嘅福山嘅，为来这片读书。有一年啊，风灾落太水，中间然后田用银两位先生，为到去土生人的过河坝来这片上课，个水冲太咧，盆水大走，为到去纪念其两啥，就按到尖银台桥。凤林那边还有众多神奇的、好搞的、电影样的故事，然后内容，你个继续来去行。阿娇有锤吗？那啥阿娇？这里是卖早餐还是卖？我看这个好像是茶包店的哈。橄榄哦，最近那种那边招牌。蛋饼。然后还切它嘛？对呀。哦，那样引它懂多呢。然后祝你生意兴隆。炒地那片深厚嘞，面的香菇，一点的白唔错片。哇，那边看得到山呢，一摆看山那种是坐船。生唔甜，打包，有干娘麻烦来包起来。近几年4月4号，凤林镇寿天宫阿土狗有来呢，按不条落去谈看啊。你还做得到飞行伞哦？我去看一下。嗨，你好，老板吗？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看到你有飞行伞，哎，你这突然去体验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哎，看得到这条台九线吗？可以，这边是花东纵谷。这条是台九线吗？对，台九线。OK， 那我们走吧。是，好，雷港。Go。其实我有一些的惧高症，向高我叫不赢。唐家教练讲，有2个細妹一直下去咧。唔知我一下去會分佢隻燒啊！來到現場誒。那个桥那个就是台九线的。然后我们左手边的话就是万里溪，右手边就是马太安溪，前面的话就是花东纵谷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海岸山脉，海岸山脉过去就是太平洋。是的，大家看得出来有一些的紧张，其实我真的会有点紧张。好啊，放轻松，待会的话就配合教练，只有一个诀窍，一个字就是跑。来吧，这就是你的教练。那就麻烦教练喽。我叫洪林。洪林你好，我是香瓜教练。香瓜。对。香瓜。待会呢，我们就是用力往前跑啊，脚离开地面了，还要在太空漫步，在天空中继续跑。阿爸、阿妹，差不多就安用了哦。但是今日出门一摆看到我，就代表全部还会有懂得保险，不会跌下去了哈。那你要站好，如果你要跌的话，教练希望你是你的，不希望。好了，好，来吧。项目场这位跑现在什么风？南风。收到。我们要直往前跑，各位飞起来喽，来，好1、2、3，往前跑 ，Go！
Go！ Go！ 有力，往前跑。有力来，站起来，往下。哎，哦！好，来大拇指握住刚哎呦，闭着眼。对，两只手握住那个护板。OK。哦，往前推。来哦，娘！哇！来，先坐进去，往前推，屁股往后挤。OK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，太快你知道吗？哇！共出发呢！有赏识会冲开云霄飞车的往下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哇，很高哦，很高哦。感知先。耶！台九线在哪里？台九线呢就在前面，这桥下来延伸过来这一段都是台九线。哦，下方呢就是我们整个花东纵谷平原，跟上面几个大拇指。耶！哎呦！耶！哎，我们差不多会比几久啊？会飞多久啊？不一定。哦。现在有在上升呢。对，下面呢，我看一下，那一边是我们的降落场。所以我们俩目的地在那个降落场那边。啊，假使无比较改变，眼就可能卡你该输会当飞嘞。其实该有一点点晕的呢，对不对？晕的，平常会晕车吗？会晕车。很正常。哦，那很正常。对。现在已经唔会吃到咸的啦，已经习惯了。对呀。好，往斜飞咯，有点耳鸣呢。很正常。啊，胎师也给你用啦。我等一下慢慢的去降落哈。啊，来咯，进场哦 ！Go go go！Hello。好，来，屁股往前挪。屁股往前挪。对。跑了就对了。可以往前跑。耶！耶！往前。哦，怕那个仰盖。哦，你安永算成功嘞，就说嘞，还活着。神龙太高，有点像个 L， 像个欧鸟嘞。跟那边的镜头。耶！踏实哦，脚踏实地哦。那个故事讲爱，总有一天会脚踏实地啦。上天浪比下来啊，其实会有点小小的，因为当飞动力一直摇摆摆的，直到去个黑天梯只连个一小点而已，就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样。我们等了3天，才等到天气好可以飞。对，我们等了3天，然后取消今天的 schedule。啊，刚刚有吐吗？什么吐？没有，有点小晕哎。会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小晕。我其实在上面就觉得，OK， 还不错吧，蛮好玩。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很推荐。对，推荐。之后做人要不要脚踏实地一点？要啊。刚一到该飞行伞下落以后啊，就了到丰林那片国小对面那片有间日本料理店，然后去打招呼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。我经过那片，我是日本料理，我冇识客家菜哦，客家菜本来我冇识咯。哦，了解日本料理的店。好，等好。该你老板全部，不是，后事的全部拿来做一份了。好，那第一手哦。哇，按多吹吧，先淋通。哦，很鲜呢，很鲜的味道。唐扬鸡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后生一层层，更深更后生。哦，对啊。
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炙烧寿司。炙烧寿司。对。那这边不一样。对，这边是全部生的。好吃看炙烧的。那我吃哪一个好呢？比目鱼。比目鱼。这是我们店里蛮热销的产品。哇，好软哦。那这个是因为你烤过很软吗？对，因为它很有丰富的油脂。哎呦，油脂啊！哎呀，哇，入口即化，油脂都出来了。哎，真的入口即化哎。哇，它上面那些都是油脂的嘞。对，然后橘色的是虾软。哎，我看你很多刀呢。你这做日本料理店啊，最注重的是什么？刀跟刀工。所以手法那些还好，不是很重要，没有啦。手法是最重要。手法是最重要。对。你怎么会想要开这家店？因为结婚、生小孩。凤林这边年轻人应该不多。很少。像你这样子在这边做吃的年轻人有多少？我应该算最年轻的。你几岁？25。你25？你知道我几岁吗？28。平常大家都讲来30岁，他说我28岁而已。可以了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几岁？我跟你一样，25。长得比较着急一点。长得比较糟糕一点。因为拄好早晨头天差不多点改片是这个时节啦，看到阿土哥落后山花莲那片，啊，但是想讲，规日个行程以后，都得来啊表爽一下。那时候风铃遐迄个动漫嘅赏识，但迄里面没有动都某空用的，像是飞行伞那个比较刺激的。日本料理店嘅好上瘾，哦，很敬佩他可以在风铃那边来做日本料理店，由于该口该片，寿司都该剑鹰大桥，是说你风铃那边就按用慢慢的就好，但假使你要落那片料的时间啦，你会用慢的心情来做某种样的尝试去突破。